你看那边人在钓鱼。他是在里面钓啊。对啊，他从走下去的。你看那个。他等于说他的河道。我大概从小都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，然后是没有想说真的是会嫁到这边来。今天比较高吗？今天比较高，应该是下雨，上游的这样的水直接下来。今天是特别来跟你买早餐，比较早出门，我通常就来不及，每次来到这边时间来不及，就冲去上班了。没问题啊。没问题哈。好，新梦哈，拜拜。Halo, saya Hartini, Li Huijing dari Indonesia. Menikah di Taiwan udah 19 tahun, memiliki keluarga yang harmonis dan punya 2 anak. Sekarang saya kerja di travel, bagian tiketing. Bagi Anda yang perlu informasi tiket dan pengurusan surat, bisa datang mencari saya. Terima kasih.来台湾第7天，1个礼拜，1个礼拜后我就来这边上班。应该是一个缘分啊。那时候在印尼认识这个叶先生，因为他算第2个媒人，然后头家是看到我是因为印尼啊要讲下話哈，要講印尼話，結你哈多多少少，所以頭家就幫我哋機會先來嘅嚟公司裏邊先學習，慢慢學。我也真的是很谢谢我们老板娘，已经真的是把我当作像他们家人一样，那我也把他们当作是我的第2个娘家。早安。早安。现在。叶生，我要问你那个，就是那个5月4号的那个活动的、啊。总干事电话你有啊？这边有，他这边有写。你做许多人你啊了解讲记录了下老公为办结婚嘅需求，所以呢我就熟识到啦。结果了去平常嘅聊天啊、讲法啦，感觉到了什么人做事情亲有决心，经过今日给大家了解是感觉到这个了解什么呀，实在非常兴趣。就当时就老去讲慧清啊，你是到台湾去你做得天天是来上班，就按你来开始啊所以其实到公司个人让爱想法强壮啊，非常认真做事情啊，真诚意啊所以挺上进啊。喂，你好。好，刚才回你哈。你有帮我给听吗？你帮我付账忙啦。有哈。我一进来，头家有就是会教我啦，比如说订机票那些，基本上都可以回去上课学这个定位组的要怎么用，账的部分就是慢慢学啦。
以前是面对都是那个印尼的结婚那个新住民里头，以前他们都外籍新娘，就是按用就透過按用現咧機會，按用去結婚哈，慢慢就是阿里的學習，學到嚟，要面對客人嚟賣票，那賣行程本給到，很多人真的是我们亲戚那些都有嫁到台湾这边来的。台湾是一个好赚钱的地方，有工作可以赚钱的地方。更有印象的是，因为我爸爸大概我上国中的那一年，我爸爸就离开我们家乡，然后来到台湾。因为爸爸来台湾也是因为为了改善我们的家庭啦。那有我们现在印尼那边一栋房子。然后我们4兄妹的这样的学历，也是有我爸爸的功劳啦。来，一静，这个待会帮我用一下，他那个办台胞证的，那你待会再帮我整理一下哈。今天稍微多一点事，麻烦你哈。好。你今天应该还好吧哈？可以。OK。小贝，那个今天那个高姨他们去机场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没有接到通知。差半日嘅老人家要翻到盡嚟嘛？冇呢。要冇？佢咪講去廈門？如果冇去嘅。如果冇去啊？這是我們公司的資深姐姐，哈。太家好。她是真的是陽美的客家人，爸媽都是客家人，傳統的客家人。他早期的時候，剛來的時候，中文好不好？完全唔可以講，是我要談唔識嘅，講一個印尼話，他學習能力還真的很好，他會努力去學他的中文，然後去融合大家，因為他剛來這邊真的很辛苦。然後融合大家的一些習慣、生活習慣，然後一些語言的習慣。因為有一些地方我會登記，好 ，OK， 好，不會，謝謝你哈，再見，落嚟公司T1日、T2日、T3日，為想講，因為我嚟到台灣，我乜嘢都唔曉，連中文我都唔掂，要變成那天我當要變成大中文我都唔曉，嗰陣是。T1日我就跟我先生講，喺我冇法度哈，我講我去試看，冇法度聽過嘢我就唔會去嘅。T2日來我就講喺冇法度，T3日我就唔會去嘅。T3日來就是做都緊下來。爸爸，你是說這種嗎？他有工廠這樣。對啊。只是根本日我喺冇出嚟上班，我先生應該養得起我啦。剛出來行出來做就係先生公公婆婆嘅支持，佢本嚟開很好嘅鼓勵啦，反正叫你去學習都科技冇問題啦。有沒有分享一下？我要聽聲音就好。你自己看嘛，你自己看電影啊？有2個我的朋友啦，去找我玩啦，因為我那時候在印尼的時間多一點，他也帶着他現在的老公帶着過去。他去的時候，他講那你就把他這個該辦的手續呀，先準備一下，不一定到那邊可以碰到有緣人呐。你也不小了嘛，你已經也是27、28歲了。然後我是玩票性質，我過去那邊看看，沒有成就當作去玩，成的你就多一個老婆啦。我在台灣也有交過女朋友，但是因為工作啊，那個時間上根本就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相處啊。那平常我就，交過幾個？我交過幾個？我交過2個，啊。會計師嗎？會計師。我知道一個。然後我們過去的，然後第1天呢，第2天開始認識李小姐，李慧金小姐。
因为当初我们认识的时间是他一个姑姑带他们去的啦。很久没有拿出来给你看了哈。那个头份，垦丁回来之后对对，去去头份的。觉得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佛堂的，在认识的时候，语言，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很重要，语言能通，对不对？至少国语他还会一点。有一次他也请假带我出去走走，然后去吃吃他们的当地的食物啊。哦。有那种触电的感觉，其实是我想要回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时间好像没有办法允许我在那边待这么久，然后时间有限的我觉得既然没有成，那就不如打道回府。那在我的认定下，我是觉得你已经选我，就是已经决定你是要娶我，我也要嫁给你了。但是后来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说，他要回台湾了，我心里马上就慌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认识你的那段时间，我就觉得你已经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间你要说你要回台湾？那我真的是就是直接哭了。我最怕女孩子哭，一哭我真的就心软了，所以我就又再留下来。是留下来之后，就比较深入了，就聊到这些婚事的问题啊。既然你要嫁给我，对不对？你就不需要我再来第二次，那你就嫁给我。结果我的婚姻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我是已经决定好要跟我先生订婚的时候，我才告诉我妈妈说，妈，我几号要订婚，跟台湾订婚。还好他还有没嘞，没关系。好，先进去。那因为我是一嫁就嫁到平镇这边来，它是属于平镇区三子顶这边的一个市场。以前都是跟婆婆比较常来这边的市场逛，然后我觉得这边市场东西还算蛮齐全的。那以前婆婆身体比较好的时候，都会跟着婆婆来，然后也比较知道说婆婆要买的什么，要吃什么。那这一阵子呢，都是我有空的话，我就跟我老公来啦，那就2个人来逛一逛，想要买什么就买一买就回去了。那2把过来尝一尝。没有，他们是那个客家电视台。对，我们结婚之后回来台湾，我记得我第一个带她去吃的是什么？蚵仔煎。那时候我们从机场回来的时候，我去接她，然后我们去夜市就吃了蚵仔煎。我们家还有一包。没关系，给我2包馄饨。好。那我是跟我妈妈讲说，因为如果语言上不能通的话，你就暂时是这样子。我也是很担心啊，就还好。那天下午回来下班，因为我们在那边真结婚，你真办这种结婚仪式，就回来就很怕这种婆媳关系会处得很不好啊。就没有啊，回来是他们2个，还可以沟通，然后在那边煮菜啊。还可以折衣服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惊讶的，也蛮庆幸的。妈回来了，好，那我现在去煮了，爸爸，我的姜呢？我婆婆，她是我觉得是我第2个的妈妈。虽然婆婆不是生我的，但是我觉得她真的是把我当作跟女儿一样的疼。
他这一天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楼上睡觉，晚上，对，他就去我的房间叫我，我知道我只是带他回来了，我知道他有给我讲，但我不知道这边晚，我就点很晚，我就去睡觉了，所以他去叫我妈回来了。我们相处都是说这样啊，他来的时候啊，我就叫他我们去呀，去买菜，骑车子去买菜啊。还有时候啊，你弄什么，他就自己就自动去弄啊，就像我们自己的人一样。我以前我就这样讲，我说给我当我的媳妇，我就当我的女儿一样，就是这样的。我没有想说这个是别人的还是怎样，我不会这样讲。帮我拿那个柠檬。没有，那个有一颗，还有那个拿叉子。大概10几年前，一个新住民，一个外籍新娘，嫁那么远到台湾来，有时候是给人家的印象不是很好的。来台湾就是骗婚骗钱的那一种。我自己有看到是我们家人真的把我保护得很好，说让我们邻居，我们这个隔壁邻居那些，不会把我当作是一个真的是外籍新娘的那一种。家这边已经10几年，很多都不知道我是来自印尼。我没有讲的话，是没有人家会知道的啦。换够吗？好，好，我可以吃2碗。那你可以吃这道看看，这个酸。这是妈妈的，那是阿嬷的。那不是阿嬷的。有分啊。那不是阿嬷。他们小时候我真的没有跟他拍过照片。第一个小朋友出生，我妈妈那时候就开始计划，有不再帮人家带小孩子，就带自己的，也回绝了人家的小朋友。然后我们小孩子都是我妈一手带，包含晚上睡觉，小孩子都不会在我们身边这样睡觉。大儿子生出来第一天跟我们睡，之后都是24小时都是跟着阿嬷，哎。她老公给我讲的，讲说我老婆要读书，我说你2个讲好就好，你小孩子生出来我带呀、我也是以前就说无聊啊，是带小孩子啊，当然带啊，我说。你去读书，你们2个啃就好。因为我老婆毕竟她上班还要上课，那现在目前没有上课了，就是上班，她的时间也是拉得很长。要不然你看你这一张，你爱吃那个饼呢？来台湾之前是常常有听到说，有一些人对这个新住民不是很好的印象，有婆婆来到用，哎呦，我新區咩係印尼誒，嚟摸到叫身份證啊，都要偷跑了，那一種一個，然後另外一個，哎呦，我新區啊，去做 sale， 錢就冇顧家，顧給娘家啦，以他們的這樣想法，然後說法，變成我會自己鼓勵到自己，是說我應該可以做到，不像他們講的那一種。嘿，很自然的就是这些小孩子的功课都是由我来带领，我来看，包含他们考试，或者是做什么户外活动啊，只要我能参与的，我都 OK， 我能参与。对哦，混哦。没有，那是填空。是啊。就是同学出的比较烂。我那个弟弟跟哥哥有时候，哥哥就是比较不讲话，比较不会讨人家喜，但是他很幽默啦，我只能这样讲啦，会他默默的会去做。那弟弟呢，他是会
有时候会用颠倒来跟你做这些东西，然后会让你去注意。金鱼好像什么冲在沙滩上怎么死掉那13只金鱼，我们超惨。我们在注意这种新闻。然后它肚子剖开，全部都是塑胶袋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从小一直陪着他的那一种，我是觉得我蛮内疚的。我的心一直没有办法放在就家庭上面，所以在工作上我就会一直在忙碌在工作上。小孩子有时候比较不听你的，这个是一个后果啦。比较听阿嬷的那个也是真的是我自己的后果没有错。有时候晚上很晚回来的时候，我老公就会讲：“哦，还没有回来呀，怎么带小孩子啊？帮小孩子看看小孩子啊，我他回来小孩子睡觉了。”我老公都会这样讲，凭良心讲，我就想说，人家做这个事情都是要晚上，我们要考虑人家，不是像我们女儿说，5点半下班的5点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啦，时间上他真的要拿捏一下，不是我在这里在抱怨，真的小孩子也需要一些妈妈的关爱啊。好了吗？走，赶快。基本上早上的话，我老公小孩子都是他送去上课。本来我的打算是，爸爸就是送哥哥，因为哥哥读龙潭，那弟弟的话就由我来载。结果开学之后，一直早上爬不起来，所以还是爸爸载。因为你们是下午去打靶还是？下午，早上一样正常上课。对。下午是军训课的时间才去打。早上自己去买早餐吃啊。好，这边放你下来吧。别忘了卡进下车哦。那我走另外一边好了。好，可以。所以我为什么后来我会把我那个小儿子接过来杨美上课的原因，就是我想说多一点时间陪他。我老大已经真的是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这样陪过他，最少我这小的，我能给他过来这边，顺便来让他看一下我的工作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忙，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，我也让他知道。对我们家的情况，我说羡慕其他人的生活方式，我会说是的，我偶尔会羡慕，经常和父母一起出门，和他们聊天吃饭。但是不会说埋怨爸爸妈妈，这话我说不出来。我并不埋怨，我认为这个工作是一定会遇到的，还有忙碌，还有家庭事务这些，我们都是要懂得从中去寻找那个平衡。平常我在住在龙潭，所以离阿嬤家住比较近，所以下课的话直接骑脚踏车回来。弟弟的话，他是因为在杨梅那里上课，所以离妈妈公司比较近，所以通常都是下完课都直接过去。喂妈。哦，我要去公司啊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从这里走到公司要多久？差不多15分钟吧，距离差不多是700公尺的，所以15分钟差不多就可以到了。那刚好今天同学请病假，所以就是只好自己走。不然原本可以跟差不多3、4个朋友一起走。到妈妈那里差不多是5点10分吧，然后写完功课差不多是5点半了。
还有吗？只有。今天怎么那么晚？没有啊，还有差不多时间啊。对啊。今天功课多吗？还好啊，就一样啊。就一样。对啊。明天要小考吗？要啊。所以你通常就是会跟着就坐在这边休息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就真的坐在这边休息啊，然后差不多10分钟才去写功课。这有口塞那一种啊，那个谁会记得？那个不会记得啦。像这种那个算那个脚的还好啦，还会。所以我是觉得我读书的用处是有用在这边。爸爸不在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他们看一些功课。那基本上如果以国中的时段，我最少还是看得懂啦。虽然我跟他讲说，妈妈没有办法说每天在你身边陪伴你讲一些在家里，每天煮菜给你吃啊，然后每天在家里等你下课回来啊，陪你看书啊。那至少你来到我公司，你可以看到妈妈的工作。然后晚上他比较贴心，他要帮我去买晚餐，我们也可以吃晚餐就回家。要不然如果他没有在杨梅读书的话，我通常回到家晚上是8、9点过后才吃晚餐。那猪肉好了，然后猪肉要小辣，对。可以跟妈妈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然后可以促进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，然后顺便更了解妈妈。不错啦，还有一个儿子，每个晚上都会陪我吃饭。妈妈，在我还没有看到妈妈真正工作的样子，我觉得妈妈好像，我自己是觉得有那么忙吗？然后真的到妈妈公司看到妈妈这样工作，妈妈真的很忙。这边还有。不行了。学会体谅的时候，应该是阿嬷跟爸爸一起跟我说，妈妈在公司的时候都很辛苦，你们都不知道。然后到了妈妈公司，才真正了解到，妈妈上班是真的很辛苦，不是阿嬷或爸爸在那里说。妈妈看一下你的那个联络簿好不好？你历史怎么考成这样？好的。你没有复习吗？没有啊，他出填空啊，没有看到课本。出填空？对啊，他出填空啊，没有看到课本。你今天看电影，但是你又没有写那个电影名字啊，这样你谁会看得懂？你要不要补一下？不然到时候你又被你老板念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，你确定？这样可以，爸爸都会给过。我等一下特别跟你爸爸讲哦。好。好。所以我就觉得妈妈真的很辛苦，看到她真的每天连晚餐啊、中餐都有时候都没有吃，就看起来非常的心疼。好，拜拜。好。也帮你们准备了这个请了越南翻译跟印尼的翻译在这边，那所以也希望你们今天在笔试的部分一样很用心。我是还有一些当过翻译，是那个在监理站，监理站的部分呢，是我们桃园有那个桃园新住民协会，里面是很多的婚美协会的单位在里面，那可以协助他们不懂的东西，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专业啦。那个我们的那个印尼的小姐就是木子李小姐，然后我也是今天的印尼文的翻译，希望今天的课大家好好的听，等一下那个下午有练习的时候，好好的练习，
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，也可以请教我。第22周的2015年3月生产的那个轮胎，2215。后照镜，对。看到的视野超过50公分哦。50 belakang boleh 50。我来这里搞驾照是因为有印尼文，我比较方便，而且搞完驾照的时候，我可以带小孩去上课，对，可以帮老公，就是自己去哪里都可以，不要靠老公带我去。因为这边有越南文，我才考比较方便，比较懂。行驶的应该如何行驶比较安全哦？不可以，不能立即刹车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没有环运人员呐，都是很盲目的在找。对，后来是就是透过叶老板，然后再认识慧静这个女生嘛，然后知道她是印尼来的，而且有那个环运的证照，就是中文呢、印尼文呢各方面都很棒啊，然后也非常的热心，就是帮助我们现场的新住民的学员。对，然后有任何问题，他都就是及时的做回答这样子。答案亦當嘢節咧，啊呢節你3月看嘢俾你會開，係，你是看，係節你咪點節，你要點你係。因为这里的有那个 computer 的，可以那个印尼话，开我比较方便。然后我不会，我可以问那个姐姐，这样的。哦，ada tapi disuruh dia kembali ke sana。他们刚来台湾，有一些是还没有很久，或者有一些是来很久，但是中文还是没有很会，所以他们会考我们的本国的印尼文啊。但是有一些连印尼文也是看不懂的，那就只能靠中文的听力来听。他们比较吃力的，包括我啦，是法规的问题，它上面真的一连串真的很难去理解的，可能信任我啦，然后可以协助他们，所以就第3次再来协助他们。那基本上我们路考分2个部分哈，你如果骑不到7秒，骑很快，骑5秒、6秒、4秒就骑出去了哈。我觉得我们的监理站，那他特别为他们办了所谓的专班。那今天的这个考照，各位看到这个叫做友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语言各方面，他其实是比较等于还没那么熟悉。他不是故意做不到我们的规定，有时候是不知道，或是他在语言上、在学习上需要加强的。那我觉得这样的安排，第一个就是友善。那我们从105年到现在已经报了，今年是第3年的这个活动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最主要，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还是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辅导。那当然早期当然会有这个英文、日语嘛，那后来有增加这些印尼语、泰语，越南语，还有韩语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个文字跟语言。你可以选那个印尼的，对。印尼ditutup，因为之前10多年前嫁過來台灣呢，考駕照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為之前除了中文，沒有其他的語言可以選擇。那今天他們有了這張駕照，他就方便了，就比較可以安心的上那個騎摩托車，然後也可以幫忙他家人。那在我的立場呢，因為我是來自印尼，懂得印尼文以我懂的地方來幫他們。雖然我唔識幾多年，來咗印尼越南嘅泰國的我曉你個幫忙多幾多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歡喜。好，那阿成，等一下你幫我們站哈。我們今天來參加考試的站不站？站。那能不能考得過？過。
Betty, Barona terus kara si siapa sih mau bayar? Wes, bukan nih? Halo nih. Hai. Lama nggak datang. Ya. Tumben ada waktu. Iya, mau cari makanan. Mau makan apa? 他就是有你呀，以前是这边工作，然后那个结婚，因为之前有在那个餐厅上过班嘛，然后他现在自己开这个印尼的小餐厅，小吃店。小吃店。现在假日。那个移工他们假日就会来这边吃饭，然后唱歌。因为这边很多我们家乡的那个食品嘛，就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干面，我们就很喜欢吃这种的料理啊。然后这个是比较简单啦，然后其他的比较难，我不会煮的，就来找他就对了啦，要吃什么点什么。我知道有那个bakso aku mau bakso polos saja。假日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想要吃到印尼的家乡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友尼那边吃他们的小吃，就是印尼的小吃。来这边，好大个，当然开心啊！知道家乡的东西，因为自己不会做，所以来到这边有这个可以吃。回味一下，虽然没有说每天跟他见面，但是呢，最少假日的时候有空会跑过去他那边，有时候也聊聊天啦，最少可以当做一个朋友了，可以这样可以聊天的朋友了。对啊，都没duit，不错。我嫁过来的话，就是结婚连工作的话连起来就已经20年。那好像会催。但是会亲好像有12年了，就是差不多嘛。差不多。对，那时候就是我。反正你还没有拿身份证的时候。对，因为我办那个放弃国籍。拿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一定要放弃他们原来的国籍嘛。找到我之后就帮他办那个手续。基本上友尼如果有要回去印尼的话，他都会先跟我讲他的时间，那我就会帮他找怎么样是比较能帮他省钱啊。会签是我觉得可以很信任的一个朋友，反正什么事我就每次就会觉得我不管什么的机票啊或干嘛的，我会直接跟他说，我的机票我又不会问价钱或干嘛的，我就反正就是信任他，我就这样子，还可以依赖的一个朋友了。对，像友尼这个好朋友，我就觉得从他一个家庭主妇，因为对美食都有兴趣，开了这家店，然后也为了我们印尼的移工，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的，然后可以放轻松的。我是真的很替他很开心，有这样的那么好的那个家乡味，准备给我们来享用，这个是一个在移工在一个外地的是一个福。揉一下，好久没有这样走了耶。也好哈，骑车子，散步嘛。到家喽。他先这个。谈小孩子的事情，谈工作的事情，都在这个时候，只能这个时候我就有空时间，给你先带吧，那检查看看什么状况，等你回来再跟我讲，我再来安排。就先检查那一颗。对啊。通常如果是礼拜天，如果在家里煮饭吃饭的话，我会想办法早一点煮好，就是早点吃，那我早一点用好，整理就回来。所以最少有时候大概9点左右就回到这边，那最少还有1个小时可以做聊天而已。要不然平常时间根本都没有什么时间聊天了。就是那种手机，因为手机比较方便。电话的话要一个个打，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，干脆我们就有一个群组，做一个讨论，比较快。赖很方便。爸爸。走吧。好。10点多了。好。我关电了。
走。开始刷上。走。等一下去野餐，我们在外面吃的东西。我现在是在炸馄饨，我们家很喜欢吃这个馄饨，然后这家的馄饨也很好吃啊。我觉得我该要放假了，我会想办法说有1个礼拜我会抽出来陪家人陪小孩那种，但是礼拜天固定是一定给小孩跟家人的时间。香哇，桐花，米食，手工米食。手工米食就会像什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麻糬啊，然后板条啊。我不喜欢吃那个东西，只有上次去买的那个小米还不错吃哦。其实我们出去玩次数差不多是选择周末，至少会有1天会出门。就是带我们出门踏踏青，或者是到人多的地方去走一走、逛逛，像大卖场，或者是附近的商圈，要不然就是像在这里这样的比较贴近自然环境的地方，宏观景点四处走走。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。Hello。妈妈一直说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我就想说奇怪了。哎，真不好意思。知道啦，不会迷路。好。露营都在路上就好。不会啊，那个很耐。这是我们家的老国董哎。对啊。就是老国董都被人家用到渔船，要被人。其实我们不会先计划啦。哎，但是这一次是因为也隔了很久没有出来带小孩子这样出来走走。哎，那就顺便出来野个餐。来，那你最爱的，这会你最爱的。也是可以说培养感情啊。再来是就到，不要整天在家里握着手机啦。哎，到出来，这边的空气那些也是不错的啊。那么多绿绿的那个树木可以看。我是很喜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，那最主要的小孩子，你要说我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吗？是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是真的很開心呐。因為時間能夠多陪佢多叫時間唔低，你那個時間真正要多珍惜，我就把握這個機會，珍惜這個機會來帶他們，來陪他們。你要對嗎？没有啦。哦，挥一下手啊，挥一下手。来，进来。哎，从那边过也可以，从这边过。妈妈坐，妈妈坐里面。今天是我们家的妈妈大人生日。今年刚好想说在外面吃啊，通常的话，会想说在家里煮一煮，有时候也是会出去吃啊。往年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。哦。妈妈生日快乐！我娶这个老婆，为什么说比较欣慰的，就是其实我父母亲啊，我的生日啊，我做儿子的我都还记不是很清楚，会记得清清楚楚，然后该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做得好好的，把我面子都顾足了。所以呢，他每次到了像是我妈妈生日啊，过节啊，他都会先跟我讲说，
什么时候要到了哦，你要注意哦，这个时候要买什么东西，要准备什么东西。来，再来一次，跟阿妈亲一下。先满桌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妈妈许愿，妈妈先许愿。身体健康，身体。祝妈妈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哈。没办法，因为你身体好。阿妈，我要去。来，给妈妈买好吃的。好，谢谢你。我现在目前我想起来，我现在跟我婆婆相处的时间，应该会比我跟我妈相处的时间还久，还要久。所以我觉得，现在毕竟我自己妈妈也已经走了，那我也只有剩下这个妈妈而已了。真的是我上辈子修的福，有那么好的一个家庭，有那么好的婆婆。我们家全部都是真的很包容我啦。从我婆婆身边，我就可以学到很多她对小孩子的包容跟那个想法。要讲，包有很包容就对了，大家都会很合得来的，这样。企业2个媳妇我都没有烦恼，真的。我孙子也给我带没了。孙子是你带的，妈妈？是我带啊，他们顾得很好啊。孙子是你带的，这样的啦，不错啦。我们只把他生出来而已。真的很久没有来了哈。我记得爸爸没有来，好像妈妈都我们来啊。妈妈也没有。我们来就是逛逛走走啊，牵手。牵手。我先生就喺安徽坊，同阿家用家講安徽坊本嚟講，你出去要工作，一順便學習，對你以後來講，你對你台灣你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好處。那藝術家是唔係講係誇獎藝術家本人。藝術家即係要熱開念頭上，藝戲都拍背，唔係藝術家國家，我喺度學習，我冇學習，我熱天愛人哋踏步，不管藝戲到那邊是唔有進步誒，因為不懂的這個東西，我就是要去懂它，我必須要去學它，去了解它。像有一些那個姐妹們，她說沒有時間去讀書，我說不管你有多忙。你家裡有多忙，你工作有多忙，拜託找時間去讀書，這是對你自己好的，學到的是你自己的東西。Sebenarnya sekarang kalau yang TKI，kalau mau，然後我為什麼要多次學習？我是希望我小孩子不要被人家看到說，哎，他媽媽就是新住民，印尼來的，哎呀，佢咪係印尼的啦，哈，媽該就唔對啦，你看個聲音咪係冇用啦。就學唔會學唔會曉啦，這個就是我比較擔心的。我現在目前做的讀書什麼的，我是希望我師傅看到，也會從我的身上、我的精神裡面，可以去好好的去學，好的學起來吧，不好就不要學，就這樣了。嘿，有啊有歪啊，誰說沒有歪？第一個大家都知道啊。很感謝我老公真的對我19年的支持跟認同。好的脾氣，壞的脾氣，他都認同，他也不能說我要退貨，因為我已經是台灣的國民了，他們陳家的媳婦。Saya datang dari Indonesia, sekarang udah orang Taiwan. Ada papa. 妈，如果觉得累的话就休息。
因为家人永远是最好的避风港。妈妈，谢谢您，我很感谢您的陪伴，很感谢您的照顾，谢谢你，妈妈。慧清，你对我们很好，都没有弃嫌我们2个老人家，所以说很感谢你。慧清，你对我们这个家付出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有时候因为工作与家庭的关系，你都忙得很晚才回家。夜深了，老婆，早点回家。爱你的老公，爱你哦。